1943年8月份，世界第二战的战火当中，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库吉尼在加拿大开会，讨论所落来的战争规划。因伫会议通过大君主行动的草案。这个行动头一步就是史上上大规模的登陆作战，6万地登陆。但是真少人知影，会议佫决定另外一项计划，这是太平洋战场上大的两栖作战，规模甚至会达到6万地登陆相比拼。行动代号：普岛，目标占领台湾。1944年，大日本帝国已经在行尾路，美国人伫遮发动反攻。2月份，太平洋顶的马绍尔群岛，被美军拍落来，因暗算发动一波下过太平洋的攻势，上尾站就是台湾。美国人发现，台湾因为战略位置的关系，对日本的海军真重要，对空军同款有价值。而且台湾嘛是日本向南方作战定着爱有的跳板。经过3个月的规划，1944年6月1日，一份号做普岛行动的最高机密，发给美国伫太平洋的指挥官。这份计划的目标是伫台湾建立一个基地，头一个目的就是要用来轰炸日本。美国迄当阵有一项非常厉害的武器 The B-29 Super Fortress, the biggest, fastest bombing plane in the world. B-29轰炸机的作战范围差不多2500公里。若是为台南起飞，会当轰炸东京、台北、兵库屋，破坏日本当地工厂，打击因生产武器甲武器。过来会当进一步支援中国。迄当时中国和美国做伙对抗日本，但是国土拢去互日本包围，美国只好用飞行机飞过喜马拉雅山。大摆敢若会当载一点物资予中国，美国甲台湾拍落来，就会当为中国沿海港口，甲海量的物资、武器甲油料交予真欠资源的中国军队。最后切断日本甲东南亚之间的海上和空中的交通。日本作战需要东南亚的石油、树林甲各种物资，只要为台湾破死过，就会当阻止日军摕到这的资源，消磨因的战力。为着执行普岛行动，美军组成全新的第10军团，由防守阿拉斯加的好汉巴克纳将军指挥，带领1个军的陆军和2个军的海军陆战队，各有家己的战术空军。美国人发现台湾大部分的海沙堡拢无适合登陆，只有淡水、新竹甲东港较适合。落尾因决定伫东港附近登陆，陆军一面为左营港北边登陆。另外一面为高滨溪溪口的北边登陆，双头攻击高雄。因的对手是高雄甲凤山坚强的日军阵地，更有寿山的大炮防具。突破这的阵地以后，陆军就会当占领高雄港甲左营港，更有沿海的机场。为了防止日军为南平支援高雄，海陆会伫东港邦寮这边登陆，先甲太平湾的水上飞行机基地拍落来。过来占领嘉东甲屏东附近的机场，上尾渡过高滨溪甲陆军会合，做伙向北推进，突破日军的防线。另外一支陆战队会甲小琉球拍落来，伫遮用大炮拍高雄的日军阵地，支援登陆的部队。还有一支陆战队会伫垦丁登陆，控制附近的恒春机场。美军按算登陆15天以后，就会当拍到台南。伫詹文溪建立防线，成功甲台湾南部拍落来以后，一部分的海陆会下过台湾海峡来拍厦门，和中国军队会合。安尼，美军的太平洋舰队就会当停靠伫台湾南部的港口，准备进攻日本本土，嘛会当为厦门甲物资交予中国军队。司令巴克纳嘛有做更较大的规划，伊认为若是搁增加一寡海陆装甲部队和山地作战用的轻装部队，用战车做先锋，为西部向北推进，就会当征服规个台湾。伫美军开始规划普岛行动的同一个月，日本人嘛伫台湾颁布10号作战准备公约。负责执行的是一个喙手翘翘的查甫人，台湾军司令安定理杰。
10号作战的目标是加强台湾甲 Okinawa 附近岛屿的防御，避免日本和东南亚之间的运输路线去互人切断。其中上重要的就是航空作战，所以日军伫台湾起大量的机场，一直起到战争结束。停战的时阵，全台湾已经有67个机场，而且伫10号作战进前，日军早就伫台湾甲水雷布置甲密密实，防止美军潜艇偷拍过来。到7月份，美军甲塞班岛拍落来，日军推测对手的后一步可能是台湾，所以因个设计防御台湾的计划，12号作战。指挥官安定理解伫兵棋推演以后，成功诱导美军会伫高雄和屏东的海沙堡停留，所以日军针对这来布置军队。为了加强战力，日本人唔拿伪满洲甲精兵部队调来台湾，而且嘛伫台湾定调新的防御部队。安尼阁无够，因阁动员台湾所有百姓，并设伫规列岛起各种的防御工事，希望靠这寡工事来甲美军砍慢，甚至阁准备开水闸放水甲田引起，阻止美军战车通过。伫日本人认真准备防御的时，美军才拄到一个大问题，人无够。照上早的计划，普渡行动总共需要42万多人。不过8月份巴克纳修改以后，伊认为需要56万多人。若是想要甲全台湾拍落来，需要77万多人才有够。这个无包括海军支援的舰队，会需要遮济人，是因为台湾的面积甲人口比美军拍过的迄寡细粒岛大太济。完全超出因伫太平洋战争的经验，但是美军找袂到遮济人，上莫讲占领规个台湾，连占领台湾南部就欠买15万人，就算部署进展为别个所在调兵过来，嘛也阁欠4万人。更较麻烦的是，6月份的情报估计，台湾敢若3万多的日本守军，到9月份因所发现台湾甲厦门的日军增加到12万人。代表美军需要更较侪兵力，才有法度进攻。除了兵力无够，另外一边嘛有歹消息，日军伫中国发动1号作战，拍甲中国军队满面全倒灰。后来佮甲南北两边占领的区域连起来，就算美军甲台湾拍落来，嘛无法度为海上支援中国。而且伫这粒细粒岛顶悬，美国人受到真大的假释。为着要甲塞班岛拍落来，美军付出凄惨的代价。因发现日军毋但家己会用无爱命的万岁冲锋，佫命令百姓做伙进攻，甚至是自我了断。台湾百姓人口超过600万，是塞班岛的200多倍。若是塞班岛之战伫台湾佫出现，绝对的战甲蓝蓝绿绿。伫美军高站内底，列克阿瑟反对普渡行动。伊烦恼会甲伊想要登陆菲律宾的计划来抢资源，另外一个反对的人是伊，带领美军拍赢中途岛海战的英雄斯普罗运输。伊认为，既然兵力无够通拍台湾，安尼就甲这寡兵仔摕一部分来拍Okinawa，另外一部分用来拍硫磺岛，安尼共款会当封锁交通甲轰炸日本，而且美军和百姓的死伤会减真济。落尾，美军高层决定进攻菲律宾、硫磺岛甲 Okinawa， 让过台湾。另外一边的日本人搁咧准备战斗，完全唔知美军已经改变主意，继续定调台湾人驻兵，到战争最后一冬。台湾兵力超过27万人。1944年10月份，美军航空母舰挖进台湾，两边发生台湾空战。这场战斗是美军战赢。日军损失超过300架飞行机，航空战力受到毁灭性的打击。过来，美军登陆菲律宾，列克阿瑟实现伊的承诺回来啊。但是在战争当中，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损断甲真严重，有300年历史的王城区规个趴荒，珍贵的古迹、教堂、国会大楼全部报销。过当年4月份，原本负责攻打台湾的美军第10军团登陆 Okinawa， 这场战争代替普渡行动，成做太平洋战场上大的两栖作战。
激烈战斗甲密集的火力，互日本人负责提子の保護、T字风暴。指挥美军的是第10军团司令巴克勒，这是伊上尾一张相片。战争结束4天前，伊去互日军炮弹炸死。伫这场战争当中，阁有超过15万的无辜百姓做伙无名，也阁有算袂清的民众成做难民。台湾小连续互美军飞行机空袭，一直到战争结束。迄当阵的台湾人也阁毋知影讲，其实伊已经算是甲更较悲惨的命运相相心。